大联盟春训落幕，台湾球员9条好汉亮相，人数创新高。但随着开幕战到来，仅存33岁的陈伟英留在最高殿堂，他也面临转换角色的挑战。陈伟英从日本职棒起步，2012年转战美国职棒以来，连6年抢下球队的开季25人名单。去年因伤而开季缺阵，季中才升上大联盟。去年少了陈伟英，大联盟开季的台湾选手挂零。今年在其余台将接连下放之后，球迷好在还有陈伟英可看。在此之前的10年，每年开季至少有1名台将，最多是2008年王建民、郭泓志、胡金龙共3人，近年最多是2016年陈伟英、王建民2人。今年是陈伟英大联盟生涯第8年，效力迈阿密马林鱼的第4季。全队最高薪的鹰仔春训未达最佳水准，投16.1局被敲25支安打，则失17分。开季从牛棚出发。陈伟英过去在大联盟174场出赛，其中170场是投1休4的先发角色，如今转任待命性质的后援投手，上场与休息的时间不如先发固定，加上之前有受伤，调适程度值得观察。今年参加大联盟春训的9名台湾选手，除了陈伟英，具大联盟经验的有林子崴、曾仁和、胡志伟、王维忠，以及潜力股的张育成、朱立人、江少庆、黄伟杰。25岁的林子崴效力波士顿红袜，过去2年以替补野手的角色站上大联盟，出赛数分别25场、37场。这已是新一代台湾野手的最佳纪录，总出赛数仅次于10年前活跃大联盟的胡金龙。林子崴去年提升长打火力，生涯首轰出炉，随红袜拿下世界大赛冠军。今年春训充满企图心，28打数9安打，包括4支2垒打，全垒打炮轰赛扬奖名投薛哲、Max Scherzer。不过红袜队上另有2名工具人努涅斯 （Eduardo Nunez） 和特 （Brock Holt） 排在前面。林子崴无法挤进开季名单，仍渴望季中扮演救火队，连3年在大联盟亮相，展现日渐进化的炮管。春训台将9条好汉，投手几乎全遭震撼教育。陈伟英16.1局失17分，胡志伟4局失12分，曾仁和4.2局失8分，黄伟杰3.2局失6分，江少庆2局失2分。唯一保持漂亮数字的是历经韩国职棒洗礼的王维忠。26岁的左投王维忠重回美国职棒，加入奥克兰家队。春训出赛3场，共投3.1局，仅被敲1支安打，飙出5次3振，防御率是完美的0。尽管没能抢到开季名单，也有机会在季中升上大联盟。克里夫兰鹰的安人队这次有4名台湾球员参与大联盟春训，其中23岁的内野手张育成最被看好，有机会在本季一场大联盟初登场的滋味。延续去年秋季联盟的火热手感，张育成这个春训的打击成绩很有竞争力，20打数敲出6安打，半数是2垒安打，另有1支全垒打。张育成大多担任游击手，也兼手2垒、3垒、
全方位的打击射程使他排进农场潜力新秀的前11名，也是印第安人内野的替补人选之一。自2002年陈金锋首次站上大联盟舞台以来，17年间共有14名台湾球员在最高殿堂亮相。去年有陈伟英、林子伟、胡志伟、曾仁和等4人留下出赛纪录，但没有初登场的新面孔。第15号大联盟台江的候选人除了张育成，同队的投手江少庆、德州游骑兵队投手黄伟杰也有机会。